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今天的經文。5月13日，星期三，這個人獻上了一次永遠有效的贖罪祭。希伯來書10章12節。問題：耶穌是如何顯示他首要的使命是呼召罪人的呢？耶穌不但理解那些背負罪孽重擔的人，而且對他們深感憐憫。他知道罪是人類一切苦難的根源，因此他沒有遠距離地論斷他們，而是主動去接觸那些被認為是罪人的人。為了解釋他的做法，他用了一個簡單卻有力的邏輯：健康的人用不着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耶穌用這句話清楚地表明，他來不是要尋找那些自認為完美的人，而是要尋找那些意識到自己屬靈需要的人。太9章12至13節。他的愛體現在具體的行動中。耶穌溫柔地赦免了那位婦人的罪，他憑着信心和悔改，用眼淚洗淨了他的腳。路加福音7章37至50節。雖然耶穌知道那位撒瑪利亞婦人在井邊的過往，他仍然認為他配得領受最深奧的屬靈真理。約翰福音4章7、17至19、25、26節。耶和華賜給他復活各行各業之人的權柄，表明他的犧牲最終將戰勝罪最苦的後果——死亡。太11章5節。永遠記住，無論前路多麼艱難，無論你覺得自己失敗了多少次，在耶穌眼中，你的心意比你的過去更有價值。他以慈愛醫生的眼光看待我們，渴望醫治我們，而不是以審判者的目光看待我們，試圖定我們的罪。要堅定你的信仰，因為每一天都是耶和華賜給我們親近他、獲得他的安慰、昂首挺胸前進的機會。要滿懷信心地繼續前進，你永遠不會孤單。祝你明天一切順利，願耶和華上帝賜福你。此致。